下面这个经文呢，就是分这个前行七支宫和真行呢，就是广大法院，然后后行呢，就是功德，就是以讲这个法院的功德而结尾，就是分三个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这个七支宫呢，就是前行七支宫呢，就是分这个，我们就经常这个所说的就是什么就是顶礼啊、供养啊，还有这个随喜啊，就是当这个七支供啊，就是七支供。因为七支供呢我们普贤行愿品就是要发这个愿的话呢，一定要前除罪增和这个积累资粮。其实前除罪增和积累资粮呢，所有的这个法愿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们密宗当中的任何一个修法也是七支供是不离开的。宪宗的任何修法也是七支供是不离开的。首先就是七支供里面的第一支供呢，就是我们讲那个顶礼啊，就是顶礼。那么顶礼呢，就是在这里有虐所和广所啊。这个虐所呢，这个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者，我以清净甚于意，一切便利尽无余啊，就是这个是顶礼的这个略所啊，就是顶礼的略所。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南西北四域啊，还有这四方，还有这个东北当这个四域啊，就是东北人，四域，还有呢就是上方和下方，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方，然后三世呢就是未来过去现在，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从这个地方的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方。啊，就是十方。然后从时间来讲呢，就是未来、过去、现在，就是那么这个十方三世当中不包括的呢，就是没有这个空间了，没有这个空间了就地方和时间都已经包括了。那么这里面所包括的所有的认识者认识者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佛陀的一个译门就译名就是佛陀呢，就是因为他是这个人中之王吧，就是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这个动物当中的话呢，就是狮子是成为这个最这个具有威严的，就是具有这个胜负力的。那么所有的这个人类当中的话呢，那么佛陀的不管是智慧也好，力量也好，背信也好，各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无人超过他无人超过的。因此呢，就是叫做这个人使者。那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事件当中，所有的这个时空当中的一切的这种佛陀。就像我们讲这个净土经的时候呢，你看东方有多少刹土，有多少如来，然后西方有多少刹土，有多少如来，就是无量无边的。过去有多少如来，现在也多少如来，未来也多少如来。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来呢，我以这个清净的我们发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想。我也这次就是可能他们真理高知的人有点这个我反反复复这样啰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也大家为了尽量的这个懂字面上的意思，就反反复复的啰嗦。然后呢你们一定要每一个寄送的这个意义要搞懂，就是不然的话，那很多人都不会懂。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来面前的话呢，我有这个清净的身体、清净的语言、清净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个便利，就是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向你们顶礼向你们顶礼的这些对境呢，一个都不遗留，一个都不剩下，就是全部都已经并不是说是我只顶这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有呢，就是最多是再加上一个宝积如来，就是那么其他的这个佛陀呢，对我没有关系，我就不理他们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人世者所有的这个佛陀呢，我都要就是一一的这个顶礼，就是确实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我们心里面也是应该这么想就这个寄送呢，可能几秒钟就是我们会念完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能跟到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所有事情做佛陀面前，我也想顶礼。就你变年的时候，变我们的这个心是狼就是这样的这个作意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以前那个往生净土什么这个觉义论就是觉义论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如来妙色是世间无与比吧，就无与当无比不可思。就无比不可思，是故今定力，就是有这个几种。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佛陀的话呢，我们世间的人就是谁都是没办法跟他相比的，不管他的这个功
功德也好，智慧也好，在那方面的是没有办法比的。如果我们就真的是在这个佛陀面前顶礼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经常也给大家讲嘛，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面前，我们做一次的礼拜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用这个清净的这个身体来这个定理身体怎么定理呢？我们这个可长途可短途或者说是闻讯或者说合掌或者说是我们就是平时用一种特别恭敬的这种姿势的话，那就是这些叫做是清净的这个圣定力。那么清净的这种语定力是什么呢？就是经常这个祈祷，就是佛陀就经常就是念诵这个佛的一些这个赞颂，还有呢就是经常这个赞叹，就是佛的这个功德就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也如果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这个他的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什么什么的话，那这是用这个语言来这个经历的。那么我们清净的意怎么定理呢？清净的意心里面就是经常这个作意观想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他对这个众生是如何的这个慈悲然后佛陀得到果位以后呢，他的功德是如何的不可思议等等，心里面经常这个依念他的功德，心里面就是经常观想他。那么这些都是意定力就意定力。当然这个心里面的意定力呢印度的一些论师就是包括以前的有一个论师就是他在这个注释里面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意定力方面呢，就是有3种就是这个下根者的意定力呢，就只是听说这个佛陀很好反正莫名其妙的，就是对他起信心来，就是就观想，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下等的意定力。然后中等的意定力呢，就是他通过这个知道了就是佛陀的一些功德以后呢，就心里一种不可推转的产生一种这个信心，就产生一种不可推转的信心来意定力，这是中等的就对他就是升起信心就是。然后上等的意定力呢，就是他通过这个知道了这个佛教的这种内容以后呢，真正已经到了就是佛陀所这个得到的这种境界，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当中。那么这个叫做是上根的一种证悟，就是证悟。所以我们呢，不管是以哪种方式，至少也是对佛不可思议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有一种欢喜心和恭敬心和圣洁心来这个进行这个定力那么这样的这个定力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功德就是非常大，就是意义也是很大的。就我都经常想，就是即使有时候没有时间讲课的话呢，就是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今天的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虽然有时候很散乱，就是有很散乱，但我这个迷迷糊糊当中，我念一遍普贤行愿品，虽然没有人观想，但是呢，我语言已经念完了。就是语言念的话呢，那就这叫做是我语定力，就是我语念诵、语赞叹，就是那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功德已经具足的，就是并不是没有这个意义的。这是那个今天讲，我看这个时间是有那个是吧？还有多少？那你还是可以记想。好长时间没有讲课，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讲了很长时间了。我现在可能讲完了，还有20多分钟。